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阮所念的经文是记载伫箴言31章其中的9节。这章是咧记载描写智慧的负责人的所行所做。感谢上帝赐予阮但地上有妈妈，若亲像天使在照顾阮。愿上帝祝福这个妈妈平安喜乐、健康快乐。准备开始。有才德的负责人，啥人找袂着？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，伊的丈夫信赖伊，啥物拢无欠过。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，无损害。伊找油门甲油麻，甘心亲手做工。伊过工，伊就起来，准备食面互家内的人，将因该做的工课分派女婢。伊找着佮意的土地，就买起来，用伊的手所赚的财种符合园。伊穿衫比赛，准备好势，手棍也年通出力工作。伊的囝儿奋起来，就甲伊祝福。伊的丈夫嘛称赞伊。讲，负责人好德行的真济，毋过你上好，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，毋过敬畏上主的负责人会得到福乐。